台湾单批个伫中立村针对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14号所公布22县市首长满意度甲市政民调，结果台市长吴伟铁有超过8成的满意度，摕下金奖。另外，伫观光旅游、艺术文化、医疗卫生甲环境保护等4个层面，连续2档摕下金奖，总获奖是8金3银，伫6都排名第2。台湾除了肯定这款的成绩，还要求持续市民的幸福甲公益感。我们得到了8金3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。我们首长的满意度是80.3，荣获了金奖。那我也希望说，市长，我也希望说这样的成绩能够再继续维持下去。跟议员报告，我自己把自己的分数打得比较低了，但是也因为议员你监督的好，所以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的。我觉得说没有被鞭打。台湾因小咱防疫表现的金奖，对肯定台南用指挥防疫努力，嘛进一步关心目前台南有10个区拢无卫生所长一事，特别新市的乡亲相当关心，要求局长尽速请人解决。咱37区吼，咱37区的卫生所啦吼，卫生所目前咱有几区是无医师兼所长的。有人报告其实我们在这2年期间也补了不少医师进来，但是也很多医师退休了，所以目前有10个区。我们很努力在做这个事情，我们甚至到很多地方去开说明会，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我感觉登记以来啦吼，咱卫生所拢已经有欠这个那个所长兼医师的这个职缺啦吼。我是感觉讲，但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。